他是谁呀？为什么要把他赶走？他是公司新招的一批新人。可是我又不认识他，我怎么能？锦溪。那个，没什么事的话就，我们改天再联系。好，拜拜。谁的电话？一个朋友。吃饭了。顾西城，我来了。贺锦熙这是给我出了个难题啊！我能怎么办呀？人家是在公司，我能做什么呢？真是。锦溪，我走了。哎，顾西城。怎么了？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是想说。今天晚上我准备自己做点菜，请你和奶奶尝尝。好啊，那我早点回来。好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拜拜。拜拜。南宫，以后这个就是你的位置。来，大家把手上放下啊！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事，南宫琉璃，大家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南宫琉璃，今后和大家就是同事了，还请各位多多指教。不错，这次的方案做得不错，看来是用心了。对了，公司缺的人手招到了吗？是的，新招了一批员工，要不要让他们本人过来您看一下？不用了，招到人就行了。这次的发布会，你们辛苦一下，也顺便看看这一批新人的能力。好的，忙去吧。我去，嘿，哇塞，没谁了。一个赛一个的啊。听说有几个还不错，反正都是人事的事儿，能招到就行。你这叫什么话？不是你下的命令吗？必须要招美女。那是以前，今时不同往日。再说了，美不美，那又能怎样？小嫂子，你吃药了吧？把你弄得那么的清心寡欲啊！哎，突然觉得他还挺有意思的。来真啊 ？So what？ 哎呀媽呀，這消息太震撼了！顧西城，今天晚上必須請哥幾個吃飯吶，慶祝你找到真愛。Sorry， 今天晚上我沒有時間，錦溪親自做飯，我要回家吃飯。在咱們公司啊，福利都很棒，有很多員工啊都待了好長時間了。王姐、麗姐，這是誰呀？怎麼平常沒見在我們部門出現過？剛過去那個啊，哎，他和咱們這些普通員工可不太一樣，那是顧總裁身邊的人，沒看人家連正眼都沒瞧咱們一眼。他叫陸安安，是總裁的助理，平時跟咱們也沒什麼交集。哎呀，不就是個助理嗎？也不是很漂亮。哎，我說琉璃，你可比她漂亮多了。就是，而且還有能力。經理對你的設計稿還讚不絕口呢。哪有啊，我就是個新人。王姐、麗姐，你們工作經驗比較豐富，還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學習。要不這樣，晚上我請你們吃飯。好啊。奶奶，哎，您來嘗嘗這個豬肚湯。我煲了一下午了。哦，
如果您要觉得有什么意见的话，就跟我说，我一定改正。好，我尝尝。怎么样？味道真香。是吗？很一般呐。啊，不怎么样啊。锦溪啊，别听他的，这汤的味道比外面馆子店里做的味道香多了。我好久没有喝到这么纯正的猪肚汤了。奶奶你喜欢就好，您要是喜欢呀，我以后经常做给您喝。好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不做给我喝了呗？你刚刚不是说觉得味道一般吗？味道一般就不要喝了。一般，我也得想喝呀。算了，味道一般就不要难为自己了。来，吃个鸡爪。哎，我这是猪肚汤，怎么能放鸡爪子呢？觉得味道不好，给你添点调料呗。来，你吃，我再给你加个虾。啊，你太过分了。哎呦，好喝呢，对吧？啊，讨厌。常副总，你也加班啊？对呀，发布会马上就要召开了，这2天都在加班。你也是在忙这个？啊，我刚来，对很多都不熟悉，希望自己能帮得上忙。别太晚了，这个点儿女孩子一个人走路不安全，早点回去吧。再说了，咱们的顾总可不会因为你加班就给你加班费呀！啊。好的，那您先回去，等我这点忙完，我就回家。怎么办？我应该怎么才能赶走那个南宫琉璃呢？就算是让顾其生每天尽量早点回家，好像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吧。那个南宫琉璃是什么人呢？为什么贺锦熙一定要让我赶走他呢？经理，这次发布会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准备的呀？这次发布会圆满成功。